大家拢来看电视学台语。江丁秋，紧来紧来赶紧来！我有好康的要报大家知。台语已经有专门的电视台，节目趣味阁精彩。大人来看笑嗨嗨，囡仔来看欢喜甲嘴仔利塞塞。公视台语台已经开始播出咯，是一台专门讲台语的电视台。内底节目精彩阁丰富，有新闻、运动甲做戏，有旅游、环保甲地理、布袋戏、歌仔戏，阁有念歌诗，嘛有知识性的买菜甲游戏，也有我上爱的网架介趣味。这个节目大人囡仔拢喜意，保证大家看甲笑眯眯。若是要讲啥物节目较喜意，即马就来讲互恁偏芳一个。大先讲到全家有智慧，是一个适合规家大细斗阵看的好节目，毋但互你增加知识、认捌台湾，阁会互你的台语讲甲写叫。过来就是一个以小学生为主、知识性的买菜甲游戏。叫做往来西瓜鲜饼鲜，伊是一个趣味阁有深度的囡仔节目，毋但互咱了解真济物件的台语名，阁会互咱台语讲了较骨溜。煞落来讲我上喜意的节目，叫做盐烧麦，这是一出真好看的网架，伊的内容趣味阁丰富。有台湾的民俗，像金门的风师爷，甲客家的游东花，有台湾地牛翻身的民间故事，阁有台湾的地理、历史甲环保的知识。上主要是伫食暗顿的时播出。阮会当甲阿爸哪食饭哪看电视，顺续学台语。真正是一兼二顾，忙拉兼洗裤，所以我要伫遮甲大家报，咱会当看电视学台语。